场大火强要甲规间厝烧了了。伫暗时发生火烧厝，阁烧到隔壁间去。当时一位89岁附近人就伫厝内无法度走，惊甲赶紧打电话互住伫附近的后生。姓李的查甫人听到妈妈讲伫要无开啊，惊甲赶紧冲去现场，所来冲入去房间找妈妈，甲爱出来。有人惊到强要无开啦，坐伫涂骹，才拄甲救出来后生，阁一摆甲妈妈挨起来，要去找救护车。喂，摩托车在何在那边哈？后生爱妈妈的画面，予人看甲真感动。安怎烧起来嘛唔知啦吼，我人无伫这边啊。 我伫这边啊！伊直到平安甲妈妈送去病院，姓李的查甫人才感觉到当时冲入去厝内底的喉咙引起着伤，加上伊直走，家己嘛强要无开，坐伫涂骹。你刚刚有说胸口会闷嘛？哦，现在有没有感觉比较好一点？门锁着，吓到了哦。我吓到门都不开了。好佳在这对母仔囝送病院了后，敢若有留下去着伤，拢无伤严重。不过，这间放杂物的仓库是安怎会熊熊导火，阁要继续调查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